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根據新浪財經的報道說寶能集團拖欠工資被罰。姚振華旗下寶能集團拖欠工資。企查查 APP 顯示，近日深圳市寶能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因拖欠工資被深圳市羅湖區人力資源局罰款4.6萬元。2023年，該公司因未依法及時足額支付305名員工2022年3月到2023年4月的工資，被罰款5萬元。企查查顯示，深圳市寶能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2000年3月，法定代表人為姚振華，注冊資本3億元，由姚振華、深圳賽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持股。風險信息顯示深圳市寶能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關聯多條失信被執行人、被執行人及限制高消費信息。8年一夢2017年還是16年，但姚老闆對吧，被村長斥為野蠻人對吧？他要強行叩開這個萬科的大門，遭到以王石為首的這個萬科管理層的堅決的抵制。我們現在回頭看看當時我覺得實際上反映了咱們資本市場治理的這種失敗。姚振華有他的不對的地方，什麼叫不對的地方呢？就是他的資金來源是個謎，他那個資金穿透下去對吧？恐怕是來自於這個集資對吧？或者他發的什麼保險產品，這個錢然後他在二級市場去買萬科的這個股份。這個確實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你可以是私募對吧？私募你的股東也就是你只能募集100個、200個人的最多不能超過300個人吧，反正是有數的。你拿了這個錢，你在二級市場買股份是可以的，這個是有政策的。但是你如果像這個海量的用戶是吧，去募集資金，然後去用來二級市場買股票，然後成為控制這家上市公司，這個是有待商榷。但是至少當時沒有說他違法，卻遭到了萬科管理層的這個抵制。這個各種原因大家都知道而且現在萬科是一地雞毛，寶能也是一地雞毛，最主要的是國資對吧？深圳國資委、深圳地鐵在裡面上千億的資金打了水漂，大頭買了單。為什麼萬科的管理層堅決不讓姚振華進來呢？為什麼他們寧願讓深圳國資進來？實際上這就是治理的問題。深圳國資一進之後確實當了個甩手掌櫃，身為第一大股東，居然讓職業經理人掌控整個董事會。職業經理人他們是沒有什麼太多股份的所以說這個郁亮一邊喊着房地產什麼白銀時代結束了，什麼黑鐵時代，什麼讓萬科活下去，一邊走向懸崖，瘋狂拿地，中飽私囊，就是管理層這個是治理的失敗。如果你深圳國資委成了大股東，那你应該管起來你對你的投資負責他不是的，大股東居然隱身在幕後，直到2024年年底对吧？深圳地鐵才把整個萬科的董事會給換了，晚了，給大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那這個姚老闆呢對吧？他也沒好到哪裡去。我記得前幾年对吧？這個網上就有視頻，寶能的員工四處堵截姚老闆。姚老闆現在出現在哪兒都是保密沒人知道，就因為他欠薪，員工的工資發不出來。姚老闆買了很多股權对吧？我記得有個叫什麼中舉高新，他買了很多股票都是第一大股東，結果呢他也是進不去，掌控不了董事會。所以說這是8年一夢寶能要入主萬科，反映的是資本市場治理的失效。當時有很多上市公司表面上看業績很好，很風光，但是都是叫職業經理人把控，大股東居然沒辦法發聲，躲在後面也心甘情願。這個實際上是一種利益輸送因為大股東穿透下去是咱們所有的人，那誰代表我們利益呢？沒有人對吧？表面上看這屬國家，屬咱們，正因為沒有人代表他們對吧？放棄了這個職責，所以任由這些所謂的管理層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中飽私囊，最後搞着上市公司搞成他自己的了。按照萬科管理層的搞法，如果不是姚老闆強行进驻搞起来这個戰火，那最終萬科是他們管理層的就像那個格力對吧？看看格力吧。不過格力的國資珠海國資委很體面的退出賣了幾百億沒賠錢還賺了錢呢。現在姚老闆已經欠薪3年了，寶能的員工估計到處在圍追堵截姚老闆。我們再看看萬科
這個萬科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啊，麻绳專挑細處斷。最近很多媒体在報道啊，說萬科長租公寓陷清退風波，多地租客被趕，說遇亮謝幕，萬科長租公寓爆發清退潮。萬科一紙公告宣告遇亮正式到臨退休，辭去董事及執行副總裁職務，這一標誌着一個時代的落幕。就在人事变动的同期，萬科旗下長租公寓品牌博裕在深圳等地正上演一場大規模的租客清退，多名租客反映，在未提前30天通知的情況下被要求搬離。博裕方面提供换房、重签或退租賠偿等方案。租客清退背後指向万科和房东之间的租金糾纷。一位接近深圳万科的人士表示，目前少数楼栋存在阶段性缓付情況，公司已制定解決方案和还款計劃，正在与業主进行溝通，将逐步協調解決問題。他這個報道很長啊，咱們就不介紹了。什麼意思呢？說來說去就是萬科沒錢了，萬科作為二房東，他要從这個業主手上把房子租過來，然後再把它改造成什麼博裕啊，然後再向广大的这個租客出租，他就做個二房東。那現在他沒錢給業主付錢了，業主就要清退他們，你把房子收回來，就像那個蛋殼爆雷是一樣的啊。这個大家也能想象到啊，現在樓市在下行，租金也在下行，這些做長租公寓的你很難賺到錢。你跟業主簽的是5年合同，對吧？長期合同，鎖定收益，每年的租金還要上漲。但是你跟這些租客來說，那是隨行就市，跟租客這邊你租金是在下降，你不降租不掉啊，對吧？現在空置率越來越高啊，這房租是在下行的，对吧？那這樣的話就擠壓它的利潤空間，本來租房子就不賺錢了，再加上還空置，你很多地方年輕人都回家了，找不到工作啊，他還在那兒待着幹什麼呢？所以這些長租公寓你生存艱難。萬科長租公寓爆發清退潮，說白了就是萬科長租公寓爆雷，這不就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嗎？我們再看看這個專家啊，對樓市也有什麼建議和看法。首先是咱們老朋友啊，咱們老熟人，這房地產專家孟小苏，他最近又出來表態啊。根據這個第一財經報道啊，他說近日原國家房改課題組組長孟小蘇在2026年經濟展望專訪上表示，法拍房一般是按斷代房屋收回，然後以70%的房價再展拍，但是很多拍出的就是50%腰斬了，接着周邊房子全都降價，其他的抵押房產也都搞低了，於是銀行資產進一步縮水，最後法拍不出去了，落到了銀行手裡，銀行又拿出來拍直供房，直供房拍的東西都是法拍沒拍出去的。孟小苏說啊，把法拍房這件事叫停，因為它本身是銀行資產，如果不急着法拍，過一段時間銀行資產又恢復了，在股票低的時候你不要割肉，等一段時間就起來。孟小苏表示啊，信心問題不光是需要給居民，而且要給這些機構。也就是在這個2026年經濟展望專訪上，這個孟小蘇再次呼籲啊，要叫停法拍房。我記得咱們在節目裡面也介紹過啊，這個孟小蘇他不是一次提出啊，他以前也提出過要叫停法拍房，因為他認為法拍房导致這個房價下跌。我在24年我就說了，对吧？我說法拍房越來越多啊，这個就會導致這個房價進一步下行。這個理由跟孟小蘇說的是一樣的啊。為什麼呢？這個房東業主賣房子，他除非是特別着急，他急着錢用，那麼他有可能你壓價，他有的時候他也賣。但大部分人呢，但壓到他心理價位低於那個價位的時候，他就不賣了，他一賭氣算了。所以說他這個成交啊，還充滿了博弈性。但是法拍房不一樣，法拍房是以成交為目的，對吧？也就是管它多低，反正要賣出去，拿回來錢給債權人，就這個邏輯。所以說法拍房就會導致這個房價進一步走低，因為它以成交為主啊，非得把它拍出去。一輪拍不出去，第二輪，對吧？第一輪是7折，第二輪在這個基礎上再打折，第三輪，最後第三輪拍不出去啊，而第二輪呢，如果第二輪拍不出去，那房子就抵給你債權人。那債權人拿到房子之後沒辦法，因為他要房子沒用，他要錢呢，所以他又去賣，他還得降價賣，那價格就更低啊。確實啊，就是說我的意思是，法拍房會導致二手房的房價一步一步走低，那這是性質決定的啊。但是啊，孟小蘇說叫停法拍房，那這屬於違法呀！你要這麼搞不亂套了嗎？因為所有的法拍房它不光是銀行的，有咱們這個業主買房按揭貸款斷了，對吧？或者他失業導致還不了月供，這房子被銀行收回，銀行把這房子交到法院拍賣，這只是一部分呢，還有很多是因為他欠人家錢，對吧？他是
企業經營，或者是对吧？他把房子押出去貸款或者借錢去炒股票了，賠了，那你说这房子不能賣，那你怎麼處置呢？你這樣搞，實際上把整個經濟就搞死了，就沒有流動性了。這專家他沒考慮到流動性，如果一個房子沒有了流動性，那更要命啊！如果房子失去流動性，它就會漲價，那怎麼可能呢？你比如說鶴崗的房子沒有流動性，很多5線城市縣城的房子沒有流動性，它漲嗎？那房子也賣不掉啊！有的地方房子你就是打折賣，賣不掉，沒人買，它沒有流動性。你不能因為這個目的是為了救房地產，何況你這一招還不一定能救得了房地產，但是你傷害了其他行業，你傷害了整個經濟運行。因為一個房地產，你這叫因小失大，這叫撿了芝麻丟西瓜。那孟小苏的意思是，好，你其他的是可以拍，但是這個按揭貸款買房的，对吧？如果他還不起了，銀行別去拍，他就這個意思。那銀行他也要這個回籠資金啊，他要那麼多房子，他還要這個叫花成本去管理啊。你不能說銀行這房子是銀行的，银行不管吧？那萬一房子裡面起火什麼亂七八糟的，所以這管理也是一個費用，加大銀行成本。第二個，這個房子年年還要計提壞賬，它在貶值啊。如果銀行說，哎，我成立一個部門，把房子往出租，那不就跟那個萬科那個博裕一樣嗎？不賺錢又賠錢。這個我是最清楚啊。建設銀行下面一個部門，對吧？有個子公司叫建信租賃啊，就是建設銀行下面的，幹的就是到處收房子，然後再出租，就是博裕和蛋壳那個模式啊。那建行自己手上可能有好多房子啊，也有業主啊，恐怕按揭贷款還不上的房子給了建行，建行就這麼幹，他都已經幹不下去了。所以這些專家啊，一拍腦門，說來說去，咱們現在做的一切不就是希望這個房地產的這個下行啊，不要把火燒到這個金融系統，就不要出現系統性金融危機。結果你這麼幹，那不就是恰恰把火燒到了銀行嗎？銀行手上一大堆房子不能賣，那手上一大堆礦就應該賣是嗎？然後銀行手上還有一大堆地，照這個邏輯，地也不能拍，你一賣這個地價就降，地價一降，政府就沒錢了，所以銀行手上地也不能拍，那銀行手上都是一堆資產，沒有流動性，你就等着系統性金融危機吧。所以這個專家建議啊，還有一個經濟學家吧，叫洪浩叫什麼？反正我在網上看了一下啊，他這個建議更狠，給那些按揭貸款的按揭利息調到0，要麼就補貼，也就是讓這些買房的人啊，他就沒有了利息。這個主意比這個孟小苏這主意還要差，你這是要把銀行搞死啊！好了，如果銀行沒那個實力，對吧？免息啊，把利息調到0啊，就是按揭貸款的利息調到0，那就政府補貼。那你說政府有那麼多錢補貼嗎？貼息啊，政府如果貼息的話有那麼多錢，那他是不是貼到別的地方效果會更好呢？為什麼非要貼到這炒房的人手上？照這個思路啊，以後這個股市跌了還要政府救市，對吧？給這些炒股的人、賭博的人，哎，給他們貼息，給他們資助，這不是愿賭服輸嗎？憑什麼賺了是你自己的，賠了就要大頭的買單？實際上啊，對這個斷供的，對這個買房的進行一定的資助，這個是應該的啊。這個我也一直贊成，為什麼呢？就是對那些剛需房的，買了一套房的，對吧？那麼對他進行一定的貼息，如果他失業了、斷供了，那容許，對吧？把他叫停息掛賬，房子他還住着，但是容許他3年以後或者5年以後開始還。但是這個是對只有一套房的剛需房的，對吧？這種叫人文關懷啊。為什麼呢？就是他正好年紀到了，2021年那一年他30歲要結婚，或者孩子要上學，他咬牙切齒買了一套房，結果不幸，对吧？套在這個山頂上，現在有失業，那怎麼辦呢？對他進行一個叫救助吧，对吧？按揭利息給他補貼，或者是他還不起按揭貸款，先不要收房子，你要談個3年5年的這種叫緩衝期，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啊，就對一套房的。但是你要對那些大量炒房的人，手上3、4套房的，甚至5、6套、7、8套的，你這些人你給他補貼，理由在哪裡呢？而且這種補貼有效果嗎？我們看看啊，這胡錫進老師啊對這個也有評論啊。胡錫進說啊，他說中國大多數城鎮中產家庭都享受了改開以來的巨大紅利，也形成了一定的財產積累。現在房產縮水了，多數家庭的實際生活沒有受到影響，但是一些年輕人確實遭遇了一波困境，尤其是那些進入大城市打拼，前幾年房價高起時買了房，還還貸壓力大，而現在收入下降，工作不穩定，又有了孩子的那些年輕人，如果他們的父母有能力給予幫助還好一些，如果2大家6個錢包都投入到之前的購房，就會相當困難。胡錫進說啊，他說這樣的情況從整體看應當說比例不是很大，但年輕人收入增長空間小，工作普遍非常緊張，總體壓力大，
確實客觀現實，而他們是大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他們的情緒和聲音往往也在互联網輿論上很有影響，能帶出波澜。社會如何緩解他們的壓力，幫助其中最困難的家庭度過眼下困難時期，堅決防止他們的家庭經濟破產，這应成為我們社會嚴肅關切。胡锦說啊，他說比如啊，他舉了例子啊，怎麼關切呢？怎麼關心他們呢？他說我們社會應當不能夠允許夫妻二人同時失業，如果夫妻中的一人已經失去工作，那麼另一個人就不能被允許供职的公司辞掉，雖然兩人不在一個公司，這個規定也應有效。另外，一時沒有能力支付貸款的人家，需要給予足夠長的寬限期，等待家庭經濟好轉後再繼續支付。一些銀行已經發布延期還款的新規，這個動向非常好，希望最大寬限期能夠足夠長，讓陷入困境的家庭有充裕的時間可以翻身。胡锦老師最後說啊，他说我們是社会主義国家，青年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軍，也是增加人口的育齡群體，防止他們被臨時的困難壓得灰心喪氣，抬不起頭來，用實質幫助鼓舞他們，我們的社會義不容辭。怎麼說呢？這個胡锦老師啊，還有這個孟曉蘇，還有這些專家啊，他們從表面上看，他們是關心年輕人的收入，關心年輕人的狀況，但是說實話，他出的這個主意啊，那就是一言难尽，不接地气。胡锦老師出的主意啊，他在裡面說这個叫雙職工家庭，如果老公失業了，那老婆就不能失業。老公在 A 公司上班被裁了，那老婆如果在 B 公司，那就要保他老婆的職業就業。那這想法是非常好的啊，我在以前我也建議過，這是我在3年前的建議，但是實際上是不對的。這個建議看你怎麼實行，對吧？也就是說，任何事情得有人買單，就是對吧？天上不會掉餡餅啊，就是你對這些人的接濟救濟，你最終是誰買單，就把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就不會無緣無故說不需要人買單的，這個經濟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如果是大頭買單，對吧？看怎麼買。如果讓私營企業主買單，那憑什麼？你買房虧了，你買房被套，你現在沒錢還按揭貸款，或者我就不能裁你，那我這企業關門誰管我呢？是不是這個邏輯啊？如果真的按胡一金老師這個建議啊，那我要是用人單位啊，那我招什麼人呢？當然我肯定不能明文規定啊，不能明着写，明着写就違反勞動法。那我招人一定會問他，哎，有沒有結婚，有沒有生孩子，對吧？你沒結婚的，那得問他，你打不打算結婚，有沒有買房，有沒有按揭貸款，打算不打算買，对吧？我都問清楚。我招那些不結婚的，不打算生孩子的光棍，因為這樣的人沒麻煩呢，對吧？到時候企業不好把他裁掉就完了。如果你招了一個結了婚，結果他還有按揭貸款要還，你還裁不了他。實際上就像那個咱們對女性，對吧？那種哺乳期啊，3期婦女不得有保護嗎？懷孕、生孩子、休產假，對吧？一旦這個女職工啊懷孕，你就不能裁她了，或者休產假，或者是生孩子，一折騰來也差不多1年。所以說現在很多企業招人，他一看女的沒結婚或者結婚了，有可能還生孩子，完了他就不想要了，但是他不會告訴你原因的，他就是不要。哎，你說你結過婚了，生了2孩子，已經都完事了啊，3胎不可能再生3胎了，那人家也可能要你，可以像男的一樣幹活。所以你看啊，这個勞動法本意是保護女性，但事實你經過這個運作之後啊，你發現這個女性在市場上找工作更難，受到更多的這種限制和歧視，但是人家也不說，就是因為勞動法保護了她，不就一個道理嗎？如果說勞動法保護那些貸款買房的人，那是同理啊，貸款買房的人找工作也會受到歧視，人家不要。所以我說你這個想法是好的，但是你要落實下去，最後是害了這些人，反而你貸款買房的人更找不到工作。那這就是初衷是好的，但是執行下去一地雞毛。當然了，也不是不可能啊。如果說政府鼓勵私營企業，哎，如果他有按揭貸款，你不要裁他，那政府在稅收上給企業一些補貼，對吧？就像那個你一個企業招了一個殘疾人，他不就可以給你補貼嗎？就比如说招了多少個殘疾人，對吧？稅收上有優惠，你如果按這個來，那對吧？你不要把這成本轉嫁到企業頭上，那企業他就願意啊。總之啊，現在樓市低迷啊，現在就業難，很多在2021年甚至啊在2018年以後買房的人，現在都被深套，陷入困境，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胡一金老師說，這樣人體這樣的群體不多，實際上他完全這是他的誤解啊。2018年到現在買房，只要還是在還按揭貸款的都受影響。那2018年到現在，你說有多少人買了房？昨天啊，人民銀行發布了國內的負債數據，目前國內
11.5億成年人負債比例73%。如果你要都救，你怎麼救吧？73%的成年人負債，那誰救誰呢？負債的救負債的，大家都不容易啊。同時有房貸和車貸的人6.5億，占負債人群74%啊。这是央行數據啊。目前國內負債大頭是3種，一個是房貸4.82億人，占57%，信用卡3.75億人，車貸1.87億人。20到40歲的人負債85%，40到55歲的人負債73%，55歲之後就很少有負債了。胡信老師沒有負債。國內信用卡違約率最高3%，人均信用卡欠款5萬元人民幣。2024年信用卡逾期人數是3000萬張。從學歷看啊，說大學本科以上負債概率為85%，高中學歷以下負債概率為42%。這什麼意思呢？那這叫學歷斬殺線。按照這個基本盤說，美國中產斬殺線嘛，你這個就叫學歷斬殺線。因為大學本科以上負債的是85%，你大概率是買了房子，現在不就深陷困境了嗎？而那些高中學歷以下的負債概率只有42%，人家買房子少，只要他沒買房子，他也沒負債。虽然他工資低的吧，3000一個月，人家日子過得很爽。大家看一段視頻啊。我今年聽過最諷刺的一句話就是，這些年一直以來堅持沒買房的人，躺平的人啊，他們贏了。但是我的粉絲跟我說了一個他自己的真實故事，我覺得這事兒太他媽不公平了，憑什麼呀？他說他5年前他買車買房的時候，他的發小什麼都沒有。當他每天努力工作啊，累得像個陀螺一樣的時候啊，他的發小每天在家裡打遊戲，晚上喝大酒。然後呢，他上班10年，每天努力兢兢業業，努力賺錢，工作好不容易穩定了，然後呢，在天津買了一套200萬的房子，好不容易安了家了。然后呢，他的發小呢，一直在換工作找工作，車子房子什麼都沒有。這些年呢，這個粉絲呢，一直都覺得他比他發小強太多了。無論在親戚朋友眼裡，還是在工作同事任何人的眼裡，他都覺得他比他發小要強。可是現在呢，這個粉絲的房子呢，虧了100多萬，這些年呢賺的錢呢都搭在房子裡，然後呢工作呢不太穩定，被裁員了。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這個粉絲找我啊賣房，標價105萬，實際上可能連100萬都賣不了。然後接下來狗血的事就發生了。就有一天他和他發小在一起吃飯，然後呢這粉絲說，哎呀不行了，我挺不住了，我要賣房了。然後呢他這個發小呢就說，哎呦你要賣房啊，那正好这樣吧，100萬咱俩也別還價了，我把你房子買了得了。為什麼呢？因為他這個發小去過他家呀，當時這個粉絲買房的時候，雖然說這發小嘴上不說，但是滿眼的羨慕，他對那個房子太滿意了。當時我的這位粉絲朋友什麼都沒說，沉默了好久，他也不知道說什麼。他說他當時就是想哭。要知道當時這個粉絲買房的時候，他的發小家裡連首付都掏不起。你說我這個粉絲，他一不靠父母，二不靠借錢，憑自己的努力賺錢，兢兢業業，憑自己的本事，然後呢在天津買了一套房子，給自己一個美好的未来，對吧？給老婆孩子一個安定的生活，多勵志的一個人呢。現在這個粉絲車也貶值了，房子不算利息虧了100多萬，班也上不了了，被裁員了嗎？然後他們兩個現在局面反過來了，他的那個發小跟他說，想花個10幾萬的首付把他的房子買下來。你們聽到這兒，你們此時此刻心裡難受嗎？還能平靜嗎？這些年努力換來的是什麼呢？用這個粉絲的話講，就是他的從小，不論是他的父母還是他的老師，都教育他，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能夠上進，你一定能過上好的生活，給自己一個好的未来。那屏幕前的兄弟們，你們能告訴我嗎？一個這麼勵志的人，一個這麼積極向上的人，他到底錯在哪兒了？換來今天這樣的結果，對吧？這個故事也可能是編的，但是它很符合邏輯啊。現實社會中恐怕不少這樣的例子，對吧？根據央行公布的這數字，你說還怎麼加槓桿，對吧？這樣的話，你說房價還怎麼穩得住？11.5億成年人，73%已經負債，你讓他再負債，再加槓桿。最後我們再看一看啊，這個一個北京的網友他發了一個帖子，如果有北京的啊，可以出來說一說，看看是不是這麼個情況，我覺得很有意思啊。他的帖子这麼說的，他說號稱亞洲最大社區的北京天通苑，10年前最高峰地鐵站時，上車的人
人流啊蔚為壯觀，前胸貼後背的在 Z 字形隊伍裡挪步20-30分鐘才能進站。這個10年前確實這樣啊，我記得通州的北苑站也是的，那個隊排的，還有很多換乘站，那更是嚇人了。站台上等2趟上不去車也是常事。這說的是10年前的天通苑啊，人就那麼多。他说下班高峰時則是黑出租生意最好的时段，出租车從天通苑站開往小區各號樓，總有10幾個司機在站外等客人，湊足4個人拼成一趟，每人10塊，一般10來分鐘就能湊成一車。然而現在呢，說以上2個現象完全消失了，早晨上班人最多的時候也沒有 Z 字形隊伍了，直接进站也肯定能直接上車。下班時站外等客的黑出租還有，但只有1-2輛，偶爾還完全沒有，拼車已經絕跡。司機說啊，等上幾十分鐘能等來1個客人就不錯了。北京的天通苑已經這麼冷清了嗎？越來越多的人啊，在北京待不下去，離開北京，這恐怕是原因之一。第2個原因恐怕就是上班的人也少了。第3個原因就是靈活就業的多了。靈活就業的一多呢，那他肯定願意錯峰啊。我估計就這麼幾個原因啊。最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很多人離開了，待不下去啊。恐怕不光是北京是這個現象啊，北上廣深啊都差不多。以前啊，到處人頭攒動，現在到處冷冷清清，對吧？經濟就是人吶，人往哪兒跑，哪兒人多哪兒就熱鬧，哪兒經濟就有活力，就繁榮。所以從這兒啊就能可見一斑。你說房價怎麼穩住，樓市怎麼穩住，難呢？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